歌词非常的水，咱安静先来吟这首《我主上帝》。非常熟，咱来吟第1节甲第4节就好。
条曲是台湾的作曲家写的曲，咱吟一遍就好。愿全能主上帝，401首。准备礼拜。各位兄弟姊妹平安，今日做欢喜，搁一遍来到教会，做伙来敬拜阮的上帝。
毋过因为你丰盛的主爱，我会当入你的殿，心存敬畏，伫你的圣殿敬拜。所有找你做避难所的，求你互因欢喜，互因欢喜出声无停，因为你保庇因。愿这意爱你的名的人，拢因为你欢喜快乐。这是请咱三甲来吟诗，圣诗27首，我主上帝，请去你吟全首。请坐，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虔诚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的慈爱甲恩典。你是创造天地万美的上帝，你时时刻刻拢在看顾着咱。阮感谢你赐阮性命，互阮会当伫即个世界享受你所想象的美好。阮感谢你赐阮智慧甲才能，互阮会当服侍你，嘛有气力会当帮助其他需要的人。主啊，阮着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求你保守阮的国家平安，互阮会当伫和平稳定的环境中生活。求你赐福阮的执政掌权的有智慧甲怜悯，互因会当做出对国家甲人民上正确、上安全的政策，
维护这片土地的安全甲稳定。求你互咱的国家会当永远避免战争，互和平甲稳永远伫地。阮也感谢上主，顶礼拜互阮公园教会选出忠心佮良善的新的执事甲长老，同齐甲牧师以及每一位团契的同工来服侍，为着主的福音的事工做伙来拍拼。阮也为着每一位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保守身体有病痛会当得到医治，心灵软弱的会当得到安慰，互阮会当伫你的听中得到满足甲喜乐，嘛会当伫生活中成做你的见证。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这是来启应。伫圣诗后面启应文第7篇，也就是诗篇19篇。天宣布上帝的荣耀，即日对迄日讲话，无言无语，伊的声音传到全世界。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打抱，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对天的即边出来，射到迄边。上主的律法完全，上主的命令可靠。上主的诫命公正，上主的教示纯洁，敬畏上主定纯真，永远无改变。毕竟比真侪纯经较贵重。如何互你的仆人得到警戒？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互伊袂故意犯罪。我就诚做伊无通即责的人。上主，我的迄人所，我与上主，愿我的喙所讲的合你的旨意。这是请咱来恭守上帝话，记载伫圣经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第二位圣经伫马太福音13章到25章。加拉太书第5章22节。毋过圣神所结的果子是：仁爱、欢喜、和平、忍耐、仁慈、良善、忠实、温柔、节制。即款行为一般的法律无得禁止。第二个圣经伫马太福音13章18节。所以恁着注意听即个夜整子的譬喻。所有听伫天国的信息无明白的，是亲像夜伫路边的种子，迄个邪恶者来，甲夜伫伊心内的种子抢去。夜伫石头地是指人听到信息，随时欢喜接受。毋过伫伊的心内定根无生，挡无久。一个为着信息拄着患难，也是迫害。随时就会放杀。也伫刺皮内的，是指人听到信息了后，生活的挂虑甲钱财的迷惑，互所听到的信息翕死，煞袂结实。马太福音25章，主人甲伊讲：真好，好过忠实的仆人，你既然伫少的有忠实。我要派你管较济个，
入来，甲主人做伙欢喜。以上愿主赐互听伊的话当。即是要学咯，咱邀请圣歌师，伊所要吟的诗歌是《主真万项奥妙》。这是讲道，邀请本堂牧师来分享。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圣灵的轨迹，信息。圣灵的轨迹，信息。姊妹平安。今日咱要继续咱的主题信息。信息呢，伫信息的轨迹中间是第7个哦。但是咱顶头有一寡讲道时间的这个安排，所以咱顶头有讲到第8。所以今日搁翻头来讲到第7的这个信息的轨迹。
信息规矩虽然差不多9种，你会当短短来讲过，但是你若无度真深入去讲到每一个信息规矩的内在，详细来说明，有时咱就较无度去了解每一个信息的规矩，拢是讲到这是疼的面向，要怎样来表现疼？这个疼中间有一个面向，就是信息。这个今日咱所要来探讨、要来分享的，咱三甲来祈祷。你是信息的上帝，你的信息广大，拄到天。主愿伫你的信息中间，愿当领受恩典；伫你的信息中间，愿领受救恩。主啊，你是信息通倚靠的上帝。透过今日的信息，也互阮会当活出上帝你圣神的本质。就是信息，安尼我会当活出信息的人生、信息的活命，结出圣神的轨迹。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信息是啥物意思？信息表现出伫2方面，甲人中间的关系，对人的信息。信息这2字。另外一个翻译，伫咱台语中间，就是讲到忠信、忠诚，安尼 faithfulness。所以，如果这个人伊是一个真忠诚的人，这个人是有信息的人，表现伫一方面，伊的性情真稳定，伊的个性是你会当去料想，所以伊袂晓得变来变去。这个就是安尼，性情拢袂变，你会当去预料这个人伊表现。对每一个代志的反应，说袂记转去西转去转落安尼，透早暗时无共款安尼，性情真大变化，情绪真大一个反应，是完全是无度料想。这个时刻甲另外这个时刻，今日到一段时间了，伊到底为什么就改变？伊对人嘛是真忠实可靠，对代志有一个真坚定，有一个持续。一个耐性，所以真值得咱信任，所以这是一个真reliable的人。咱真欢喜甲这种人相合做伙，因为安尼真可靠，所以对伊会通来有这个信心，有这个信任。所以伫方面的中间呢，这个人若是无真负责任，你无度交代代志，伊无守伊的信用，所以你就无度去。甲伊有一种的信任的关系，伊做代志就安尼散安尼，真懒散安尼吼，真散漫，你就无度交代伊代志。这若是墙头草共款吼，对有利益，对啥物有好诶，就挖来挖去吼。所以呢，你要靠伊诶时阵，挖山倒安尼吼，挖人走，你就知影讲，这个讲到这人足无度可靠，无度信任伊。对着忠诚的人，你完全无度甲伊建立一个持守性的一个关系。伫咱中间，咱敢有这种忠诚信息的朋友甲同工呢？你敢是本身是一个真信息忠诚的同工？人若甲你做伙的时阵，你会当实践这个信息的一个本质。所以呢，这人真性情真好，真做代志非常认真、真尽职，全力以赴，使命必达。我也感觉讲这是真好的一个同工，介欢喜，介做有一个真深的安全感。那伫旧约士师的时代，有一个罗德。你看罗德记的时阵呢，这个故事咱会当去看。后来罗德去拄着波阿斯。罗德甲伊的大家拢是寡妇。后来伊的大家拿俄米呢，要促成波阿斯甲罗德的一个婚姻。那为什么要促成？因为拿俄米对波阿斯有一个评估，这是一个什么种的人？安尼？为什么伊要促成这个代志？伊的评估是安尼。后来波阿斯嘛是对罗德对伊拢真好，嘛是有真有伊个意思，是要希望会当娶罗德。
那面对罗德安尼讲到波阿斯，伊讲罗德啊，你毋通着急，着看即项代志怎样发展。然后伊讲，波阿斯今日若无将即个代志办好势，是袂休困。这是啥物？波阿斯是个是非常仁慈的人。波阿斯有一个非常慷慨的心。这个所在讲到波阿斯做代志的代志，既然伊看这个代志是好，看这个代志是伊的责任，因为带路德是伊尽应该尽的责任。然后伊讲，若无将这个代志办好势，伊袂休困，使命必达。所以这是波阿斯通考考的一项，伊的本性真好，伊真负责任，然后一定完成这个工作。这是一个忠心可靠的人，卖当托付你的忠心给伊。第二部分讲到对上帝的信息，所以讲到忠诚的时候，就我们是对人甲人的关系，就我们是讲到伫圣经内面讲到忠诚的时候，特别是讲到咱甲上帝的关系，这中间是坚定相信上帝，坚定甲上帝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然后对上帝所托付咱的使命，绝对尽忠职守，完成这个使命。对象无共款，但是伊的本质拢是共款。这是对人的忠诚，对上帝的忠诚。为什么咱要探讨安尼？今日咱特别讲到圣贤的轨迹时，那是因为圣贤伫咱内面活出上帝的本性。这上帝的本性中间就是信息。因为上帝是信息的上帝，所以圣经内面一直讲到上帝的信息。这要讲到什么？讲到因为上帝是信息，所以上帝是通互咱挖靠的。因为上帝是信息，所以伊是袂改变的。所以上帝信息，所以伊是对伊所定定的旨意，会当有一个持守性，直到做成这个代志。所以伊对家己本身信息，也伫个本性信息的中间，对人显出信息。所以圣经内面讲到，以赛亚书25章讲到，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因为你有用真诚信息实现对古早就计划好奇妙的事，对古早到偌久，伫创世以前，伫永远中间所定的旨意，而且你既然下定这个旨意，你就是用坚定持守的信息，互伊完成。这个广告主要所起到来拯救救恩。那所以呢，以赛亚伫讲25章这个所在讲到上帝帮咱的拯救。伊讲看，这是咱的上帝，咱就一直仰望伊，因为伊堪得咱仰望，因为伊是可靠的上帝，伊是 reliable 的。所以，咱若将信心放伫伊的身上，望伊的时阵，这种的倚靠袂有咱互咱失望。一定会来解救咱，所以咱就用欢喜庆祝伊的拯救。上帝所定定的事一定完成，因为伊是信息的上帝。第二，上帝信息彰显伫袂改变的慈爱。申命记第7章讲到，所以你着知，只有上主，你的上帝是上帝，伊是信息的上帝。对听伊遵守伊诫命的人，伊会守约施慈爱，互因直到千代。直到千代是啥物意思？上帝听无改变。上帝是守约施了慈爱。守约拢是讲到两方面，咱甲上帝订约，两方面拢要持守。但是呢，以色列人后来伊无法度持守对上帝的诫命，遵守诫命。但是呢，这个所在有关讲到。虽然人无法度遵守，无法度守约，但是上帝有愿守这个约，这是伊的本性，伊对约忠诚。而且守这个约，施了慈爱，到千千代代，表示伊一个坚定持守的一个意念，因为伊袂改变。上帝慈爱是可靠，袂改变。非常坚定的，所以咱通倚靠上帝不变的慈爱。所以诗篇89章的诗人讲到：你的慈爱
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心坚定到伫天。主爱建立伫上帝的信息的本性，所以主爱袂改变，对咱的疼咱到永远。第三，上帝主爱彰显伫稳定的供应，袂互咱有一顿无一顿。圣经4篇23篇，上帝是咱的牧者，咱拢无欠缺，咱无有欠过一项。为什么无欠缺？无欠缺是因为拢是上帝咧持续的一个供应啊，所以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供应。今日咱会当看日出日落，再看季节转雪的时阵，然后雨水降落伫咱中间，南风吹，东北风吹，拢会当定到伫什么时，咱会当有一个大自然的一个运转到伫现今。天落雨，不管是好人歹人，互日光照耀，不管是好人歹人，这是讲到上帝的信息。所以咱告诉第一章讲到，一切美好的想事，甲一切完全的运事，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属。天顶光明的源头，那是讲到这是上帝，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这是讲到上帝守守咱一切美好的事，根据伊的信息，没有改变，没有转世，所以咱会当挖靠伊的供应。那这也是咱常常伫上帝面前呼求。咱要去到烦恼到今日日头到底出来未？烦恼去到底天会落雨啊未？因为咱知影，毋是先靠大自然。对咱基督徒来讲，这伫上帝的手的供应。第四项，上帝的信息彰显伫对咱的保守甲看顾，特别伫患难的中间。耶利米写哀歌，耶利米的时代是国家袂无，然后因侪人受了，伊必须要逃闪迄个灾难。伫迄真困苦，对未来完全无盼望，无法度有拍算。无什么安全的未来的时阵，伊安尼讲，因为上帝主爱，咱袂至到灭亡，敢无？已经到灭亡过，灭亡敢无？耶利米预言70年久了后，这以色列人会倒转来到因原来国土中间，因为上帝袂将咱灭绝。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喜乐主爱上帝，守约的上帝。受甲咱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定定的约，所以伊袂将咱灭绝，但是透过这个苦难，互咱重新倒转来到上帝面前。每早起时，这拢是新的。逐早起换新，然后伊讲你的信息广大。所以，就信靠伊、追求伊的人，上帝施恩福因。为什么？爱信靠伊，因为上帝信息伟大。通听候上主的救恩，这是好的。对上帝信息有信心，这是好的，互咱会拯救，互咱对上帝有一个未来盼望。所以这是讲到上帝的信息，彰显伫咱生活中间逐个层面，有时是顺利，有时是真大的逆境，但是上帝拢是信息，持守伊的信息。第三项，要讲到忠信的主耶稣基督，忠信的主耶稣基督，咱就讲到主耶稣基督伊的信息。咱真简单的讲起这方面，特别是希伯来书第2章讲到。伊伫各方面，甲伊的兄弟姊妹相款，通伫上帝的面前做仁慈、信实的大祭司，仁慈、忠实的大祭司，通互众人的罪得到赦免，因为伊家己有受苦、受考验，伊会当帮助遐受试探的人。第一所来讲到，伊虽然家己本身受苦，但是嘛无放弃。
伊虽然家己受苦，甚至是十字架，伊嘛无转变，嘛无改变来实践对上帝的旨意。那所以伊愿意受苦，但是伊又愿真忠诚来持守伊忠实。伊是上帝忠心的大祭司，忠心的大祭司乃是讲到伊对上帝的旨意完全执行到底。所以通过伊，咱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伊会当救咱到底。这是一种的信靠，这是一种的信心，伊会救咱到底，而且到底现在完成十字架工作，到天里永远活着伫上帝正边替咱来祈祷。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继续鼓励，伊讲：咱既然有一个伟大的祭司伫你上帝家，咱就用真诚的心、坚定的心，坚决持守所宣言的愿望，因为应允咱的上帝可靠啊！应允咱的上帝是信息可靠，因为信息可靠，咱会当将咱完全的愿望放伫个心上，听候，因为上帝没有当世影。这是讲到上帝的信息，是各方面的信息。所以有一首歌，你的信息广大，伫咱较年长的人，咱差不多这种歌，你的信息何其广大。这个讲到这个所在，这首短短的歌也讲起上帝伫各方面，咱拄则所讲的上帝信息的方面。我的上帝，天父，伊信息非常广大，伫你无有当世影。永远的上帝袂改变，每一工时乐稳定，供应我每一工所需要。你的手真丰富备办，时乐温不尽。你赦免我的罪过，常常甲我三甲同在，安慰我，引带我。日日加天开力，赐予我光明愿望，永远的福乐。这是上帝广大的一个信息。这首诗歌，互咱愈想愈有信心，因为咱所倚靠的是信息未改变的上帝。所以伫这个方面，当咱讲到信息的轨迹的时阵，咱要讲到，咱要怎样来表现出咱的信息？咱要只有倚靠上帝的信息。当咱想做一个基督徒，有上帝生命伫咱内面，这个生命本身包含信息。咱要怎样来活出这种的信息的一个上帝的性情？也是讲圣神伫咱内面带互咱新的生命的时阵，受圣神的一个控制、管理，咱内面上帝的性情、信息应该慢慢长大、慢慢成熟。所以伫这所在嘛讲到，咱应该活出一种信息的品格。幼稚包含属灵的幼稚。这个表现就是无愿意负起责任，对不对？无爱承担这个责任，无爱伫这个责任中间表现出你的尽职、你的忠心。无信息的人，伊是嘛无啥稳定啦吼，包括伊的个性无啥稳定，因为咱无法度倚靠一个摇动的一个人，所以如果倚山帮，你知影讲，这个人咱袂靠近。倚靠人走，你袂去将你的重要物件，要将你的希望放伫伊的身上。无稳定，无可靠，无法度承担责任，无法度交代任务，安尼，这是一个无成熟的一个表现。甲人的中嘛是安尼，有时来到上帝面前，甲伊真亲密，有时甲伊疏远。对上帝时，安尼作需要时，就紧来到上帝面前，靠赖上帝，安尼呼求上帝，上帝我靠你，结果环境改变了，佮走煞，走到远去了。我即摆已经安全平安上帝已经听我的祈祷完成我所需要的，开始佮继续过我的日子。所以伫这个关系中间，有时候真亲密，有时候真疏远吼。上帝是可靠的，但是咱甲上帝关系无啥可靠。有时咱甲上帝非常亲密，非常的冷淡，
有时环境、情绪啊支配咱安尼，环境一个变化，咱就安尼真长逝去。要怎样表现出对上帝的信心？上面第一项，对上帝有坚定信心，这是表现出咱对上帝的这个态度。信心是咱会当恢复甲上帝关系一个真重要因素，因为信恢复甲上帝关系，因为信对上帝的忠诚，所以咱维持甲伊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所在讲到一项，希伯来书第10章讲到一项，的持守坚定持守咱所成立的愿望，无摇动。这就讲到咱的信心无摇动，因为应允咱的是信息的，伊是通倚靠信心，所以伊值得咱用坚定的信心，一直坚定来倚靠伊。我对这样做无信心的，变来变去，吼，你知这人，伊本身是无可靠、无忠实的，所以咱无都系信心嘛。但是所在讲到，这若是倚靠上帝是倚靠的，会当绝对真正咱的愿望的，所以咱都绝对信心放伫伊身上。罗马书第4章20节，伊对上帝应允无怀疑，信心反倒愈坚固，将荣光归乎上帝。因为伊确信上帝一定会实现对家己的应允，因为伊确信。第二项，信息表现出咱伫患难中的一个忍耐，所以信心就要经过考验，考验咱的信心中间是一个试炼。咱怎样知影咱有信心啊无？是通过试炼来考验咱的信心有啊无？坚定也无坚定，所以上帝有当时要透过这个困难吼，来挑战咱的信心，互咱更较信靠伊，嘛会当知影，咱甲伊关系，咱对伊信心有够业无？你知约伯，那约伯咧拄着真大的患难，所以上帝祝福的时阵，因就过了非常好，啊，上帝嘛是一个义人。但是当约伯拄着真大患难的时阵，伊的太太马上信心对着偌试炼。上帝互你拄着安尼，你敢要阁信伊？这是约伯伊的太太，伫这个患难中间，信心受到真大的考验。上帝互你拄着这样患难，这样大的患难，你敢要还阁信靠伊？这个是咱常常拄着真大的患难。上帝，你为什么互我拄着这个代志？既然有这个代志无祝福我敢要阁信靠伊？如果咱对上帝愿望，咱甲上帝的关系是伫上帝逐项方面的祝福、逐方面的好处，上帝若要听你的祈祷，无满足咱的期待，无满足咱的需要，现在感觉可能上帝无答应咱的信靠，因为上帝无满足你的需要。但这个所在，患难。圣经怎样讲？恁着徛在爱谨慎，免得跋倒，因为咱所拄着的试炼，是人所会当忍受的。因为上帝信息，虽然上帝互咱拄着试炼，但是咱拢会当来承受。试炼来临到的时阵，会替咱开一条路，互咱会当忍受。安尼。这个所在讲到忍受，互咱会担起，我得承担这种的困难。这是信息的上帝，但是上帝常常透过困难，互咱来到伊的面前，考验咱的信心。知影上帝啊，真实的我对你的信心是无够业。上帝啊，我伫困难中间有倚靠你，我知影你是无离开我的上帝，所以我坚定我的信心，搁较倚靠你。彼得前书第1章15节嘛是安尼讲到，恁是因为信得到上帝保守的人，现在虽然伫真大真多这患难中间暂时忧愁，但是这个目的就是要互恁信心考验过了后，亲像比金还佫较宝贝。
坚定咱的信心，因为透过信心，咱会当得到更较好对上帝人脉，而且咱的信心会当比金更较宝贵。咱故事嘛是讲到，我兄弟啊，你伫百般的试炼中间，拢着欢喜，因为信心经过试验，生出忍耐好的品格。所以患难考验咱是不是对上帝真心，试验出咱对上帝忠心的一个程度。第三，忠诚毋是对上帝，对人，忠诚嘛表现出咱伫咱所承担的责任中间。圣经内面讲到非常的水的一项，耶稣基督为着设立伊的尽忠，亲像摩西伫上帝家完全尽忠共款。这所在对一个人上界悬的一个评价，就是对上帝的家尽忠，对上帝所交付予伊的事来尽忠。有一天，咱要徛伫上帝审判台前的时阵，这个所在嘛是讲到你是毋是有忠心的人？咱伫遐要因为咱的有忠心无来得到赏赐，也是咱一切受火烧无搁存在。所以主要所基督伫个所在对因有一种的期待，良心搁尽忠的人，然后你伫小块代志中间忠心，要将更较大的罪事派互你管理，享受你自然快乐。哥林多前书嘛是讲到，求管家的是爱伊有忠心，也是对所有属于伊的百姓一种的要求，也是咱伫天灵体的所在，有一天要得到赏的一个条件。我就人讲，我是胸怀世界，我是有伟大的梦想的人。这种代志小，我代志莫叫我做啦。我是做有志气、做有未来、做有理想的人，哪叫我做这种遐小的代志安尼，遐卑微的代志。如果你若无法度对卑微的代志开始，你就要无法度来成就你伟大的梦想。所以呢，圣经咱常常讲一句话：聚沙成塔。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所有这伟大的工作，拢是因为对微细的代志中间来做起。所以常常爱鼓励兄弟姊妹，有时阵咱要承担责任的时阵，我已经做无用啊，莫搁找我这个较用有当时你就知影讲，这足用的人，咱都毋敢找，拢是足够找无用的人，对不对？为什么会安尼？有一遍咧找一个董事的时阵，其他的董事就讲：已经做袂用啊，你减几啊节啦，减10几个节啦，要去找，做无用的安尼。这个较用，这个较无啥代志人无啥爱找伊即马足用的等咱来找伊安尼。另外一个董事讲伊伤过用，就是大家拢毋敢找伊，毋敢交付代志互伊。这个人非常无用，苛刻。你搁较做互伊代志，伊嘛真爱甲你完成。而且呢，因为伊着当作一个节，做了真惯势，做了真熟手，表示呢搁愈苛刻，真熟手。有时咱去买物件的时阵，为什么咱排足长的这种无啥人排？愈物件愈做愈好食就真苛刻食了真欢喜这个物件看来啥共款，食别口味就差是丝就差无啥共款所以好的加添愈多这是主要所基督互咱的一种的原则，有的要搁加添互伊。所以若有一个人真无用，我相信能者多劳，能者多劳。所以能者是伊表示伊有能力来多劳，能者也表示伊有愿意来多劳。所以主要所基督讲，因为你忠心可靠，所以你现在管你2座城，即马管4座。因为你过去管5座城，即马互你管10座。因为你过去管10座，即马互你管20座。你讲上帝愈来愈袂用，担愈来愈大，因为你忠心。所以就愈侪互你管理。这是讲到一项忠心，就是信息完成上帝所交付予你责任。对微细开始，小事忠心，
伫大项代志的中间中心，伫小可的责任中间中心，上帝交付你较大的责任。这是上帝的报赏，这是咱圣经原则。第四项，忠诚信息表现出咱会当抵挡世界的引诱。患难是一个考验，但是不如丰盛是另外一个考验。所以箴言这个所在讲到，上帝啊，你毋通互我伤善香，像苦难共款，安尼我可能会去做歹。上帝啊，你毋通互我伤好呀，伤铺路，这嘛是这种考验，因为我可能会失去我对上帝你的忠诚，袂记你上帝你的恩典，离开上帝，也做以讲，这得到一切是我出于我家己的熬，失去迄个倚靠的心。所以圣经内面启示录讲到7个教会，有一个教会是后来失去对上帝的听，甲对上帝的忠诚。迄个教会叫做罗底加教会，因为对上帝讲：上帝，我非常富足，我逐项拢无欠缺，所以因就愈离开上帝，失去对上帝的听心，就感觉讲我会当好好过我的人生，我会当有一个真好的生活的品质，我会当真安逸来过我的生活，而且我趁到这钱，只是我真有理财。我真有迄个能力啊，所以得到这个物件，安尼，所以这都毋是上帝的赏赐，这是我得到的，我就够的，啊，这富裕啊，我就好好享受我努力所得到这个财富。富裕是一个危机，伫世界引诱中间，失去咱对上帝的忠诚，失去对上帝的听，无小无了，将咱上帝的恩赐来当作咱家己的欲望。所以，主耶稣基督嘛是常常鼓励，伫咱成长的过程中间，咱可能因为世上这挂虑，还佫包含钱财的忧郁、今生的骄傲，所以咱无法度继续来成长，无法度来结出果子，包含结出诚实的果子。提摩太前书讲到一项，有通食有通穿，都要知足。若想要发财的人会陷落有血陷阱，有真侪款的愚妄有害欲望，互人沉沦跌到败坏甲毁灭。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贪财受迷惑，离开信仰，家己受尽苦头。真实是安尼。台湾嘛是真富裕，排世界几名。毋知咱的心思意念。咱所注重的焦点到底是啥物？咱要好好啊理财。为什么说好啊理财？因为咱都真侪钱，所以要好好啊理财。啊，因为要好好理财，咱的心思意念就安尼真注重这世界经济的变化，咱的股票的变化，心思意念拢伫迄个所在。所以咱的境界有心思有真侪时阵，啊，咱的心思伫迄个所在。我捌买过股票，但是我买股票了，我的心思常常伫遐，逐工看咩，起起落落，起起落落。伊就讲一段你都啥物波段事后经营，无啥物波段式经营啊，因为你来买落去，逐工敢看，后来就规拢卖掉。为什么？心思拢会伫遐，一个真大忧郁。遐姊妹，如果你若无法度摆脱，你无法度去摆除。这个物件对你的一个应用，也是这会影响到你对上帝的忠实，甲上帝的关系。这就圣经内面所讲啊，倒手正手，若是互你互上帝离开行歹，啊，你就切断去，斩断这个物件。啊，每一个人拢有这种恩赐，啊，我较无这个恩赐。我们没有赌徒的心态，真正是安尼，啊，所以就尽量免赌这方面这诱惑。那上帝的赏赐嘛是非常高额，上帝在其他方面啊补助咱真丰富。什么人愿意接受上帝给咱的责任？忠诚完成上帝所交付给咱的使命，这是
属灵诚实的表现，生命诚实的表现，所结出信心的果子。这中间有可能拄到真大的环境的困难变化，在患难中瓦靠忍耐，这是对上帝信心所表现出的忠诚。保罗伫人生最后一段，伊安尼写，所写这段咱非常熟，也表示伊对上帝一个非常忠诚的一个心志，到底一世人。美好的竞赛我已经拼，着走的路程我已经走煞，着守的信仰我已经坚守。这是讲到上帝交付予伊，伊甲上帝的关系，伊对上帝的态度，伊对上帝的付出，伊是忠诚持守到伫人生的路尾。伊的法官已经为着我准备好势，主公义审判者伫迄日要予我，毋但予我，嘛要予朗总羡慕伊显现的人。对上帝搁再临，搁显现有一个仰望的人，咱就知咱今仔日必须要有一种忠诚，行咱人生的路，直到咱见主的面，对伊领受公义的冠冕。三角祈祷。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无断世的影，对阮的听，对阮的供应，对阮的保守看顾，主力量表现证明，上帝你是信实可靠，互阮会当坚定相信的上帝。对安尼，你们爱阮每一个人活出忠诚的生活，结出圣实的果子，信实。安尼，我会当完成你交付阮的责任，我会当坚定相信，保持甲你的关系，一直阮人生的路程前尾的时阵，领受你为着阮备办公义的冠冕，享受永远的福乐。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三间的唱回应诗歌，伫圣诗575首。耶稣带我来行天路，耶稣带我来行天路，请起立吟转唱。
请坐。这是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属下的同工。叫阮的天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满有慈爱的上帝，感谢你赏赐予阮满满的恩典，满满的祝福。主啊，伫阮的身边，伫教会，伫这社区，也有做甲阮同款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救赎的人。求主你开阮的心，引带阮看见这的需要。求主你保守阮，来遵探你的旨意，使用你所赏赐予阮的一切。愿安尼祈祷恳求，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来报告，咱请董理长老。咱先来欢迎咱今仔日伫咱中间的新来的兄弟姊妹吼。第一位就是李义云，她是严信子的女儿哦，她是回来是不是从美国回来？对。对，你回来多久了？倒来偌久啊？倒来3天吼。啊，去看妈妈未？感谢上帝吼，信主姊妹伊是过去遮久的时间拢伫咱遮聚会吼，啊伊即马已经年老，所以去伫玻璃遐伫养老吼。欢迎你吼，啊他的先生是王家传，欢迎你，还有他的外甥谢正章。欢迎你有时间定倒来吼，倒来公园行行咧。
欢迎欢迎。啊，搁一个特别的人客啦，是咱罗牧师的爸爸吼，罗牧师爸爸。罗牧师爸爸伊来咱遮过来边啊，迄个罗牧师来遮了，伊原来来过来边啊，伊昨去台北参加会议，啊，今仔日倒转去要转去高雄，等下晡要转去高雄，所以来遮。我拢甲讲，你放心，阮罗牧师是上帝特别竞选要来公园教会，要来公园教会，要来公园教会复兴公园教会福音的。感谢上帝吼，咱即马来看报告。教会消息，咱过2个月就要进入2025年吼，所以2024年过2个月就结束。所以咱伫顶礼拜有补选咱的长老甲执事吼，咱补选出来新任的长老，2025年开始新任的长老是林正奇甲迄个启修啦吼，林正奇跟黄启修。啊，咱的补选的执事有迄个苏清吼，还有重柱跟那个祥伟，他们2个都是马街的医生啦，啊，这个马街医生，还有曾成，就是新的执事应该是苏清跟重柱跟祥伟，他们3个是新的执事哈。那曾成跟那个佩仪2个是回任的，他们去年轮休，所以今年回任。啊，因为佩仪他是2年任，因为他的票数比较高哈，所以他是两年任。所以我们预定在有定伫2025年的正月初5要举行新任的中级的上任吼，所以请这个中级吼，这个长老执事会当准备心，伫1月初5要来上任。好，第2项就是咱明年度的2025年的中级事工的组织吼，即个小报告一下，互大家知影，讲咱明年新的年度，咱的长老各位是安怎负责吼？第一个礼拜组就是有那是美生长老了吼，啊团队组是东丽长老是我本身吼，啊文道培育组是新白，啊总务组是文进长老吼，那主日的教育组是金熙，这拢无变啦吼，啊财务组是正奇，因为迄个瑞林轮休吼，所以即马换正奇吼。啊，关怀组是有那春美长老，啊，团契发展组启修吼，因为团契发展组原来是建敦长老，啊，建敦长老明年新的年度伊要轮休，所以换启修开吼，启修开接，所以阮定伫11月16号，在长老执事吼，咱要召开2025年的事工研讨会。咱请各位的长老，咱的长老，咱就要写咱家己这组内面，恁明年度要做甚物事工，啊，就要去写报告。你过去这年旧的年度，你的事工推动了情形安怎？哦，咱拢爱伫11月16进，可能爱提，上无爱提早1礼拜，16会提早1礼拜吼。将你的报告甲你的计划交互干事吼，交互医生，所以咱到时咱会当开迄个事工研讨会，是大家会当互相讨论。哦，以上我先报告到这，其他请咱师会继续报告。咱接续报告吼，因为本主题。礼拜了，咱要召开第4遍的圣诞节活动的会议吼，请同工会当出席。伫后礼拜主日伫2堂礼拜中要举办圣礼典，请咱兄弟别万心。啊，搁有伫即礼拜拜六暗时7点要召开小会，请长老会当出席。咱大家详细来注意一下吼。了后礼拜11月10号要伫三秀园伫中华要举行，毋过即马报名人数敢若150几名吼。那报名伫后礼拜就要结束，
请大家踊跃来报名。三秀园是足水的所在，请咱大家当踊跃来报名。第三小点，要礼拜是教会来补助，啊，毋过嘛是邀请兄弟姊妹会当来捐款来奉献。幸福小组有2个小组聚会，运动真幸福的小组伫即礼拜，主伫2点到4点伫607教室。后咧，即礼拜拜六11月2號，爱无限幸福小组第6遍的聚會，伫下晡3點到4點半，同款伫607教室。今年夫妻成长营要邀请拄结婚的夫妻，也是结婚30几年的夫妻，嘛会当做伙来参加这个夫妻成长营。那费用是教会来补助一半，就是2000块，教会来补助一半。若有囡仔的教会嘛有专人来照顾咱的囡仔，所以邀请夫妻会当做伙来参加这个营会。教界消息的部分，咱请咱家己看。牧师你有咧补充？这是咱请起立来唱祝福齐恳诗歌，圣诗407首，完全良主上帝。主求你帮助阮诚做忠诚真实的好的管家，活出信息的圣行轨迹。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特别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享受的平安喜乐，甲咱三甲同在，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